爱是从神来，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最伟大的爱。牧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又再一次带领我们与你相会，在清晨的时光，我们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求主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进入到你的里面。孩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2章7到17节，我来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新的命令，而是旧的命令，是你们一开始就领受的。这旧的命令是你们已经听过的信息。然而我写信给你们，也是新的命令。这命令的真理在基督身上，也在你们当中表现出来，因为黑暗正在消逝，真光已经开始照耀。如果有人说他生活在光明中，却恨自己的弟兄或姐妹，他仍然是在黑暗中。爱弟兄姐妹的，就是生活在光明中，他不会使别人失足犯罪。可是那恨弟兄或姐妹的，就是在黑暗中，他在黑暗中走，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使他眼睛瞎了。孩子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已经借着基督得到赦免。父老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位从太初就已经存在的。青年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胜过了那邪恶者。孩子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天父。父老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位从太初就已经存在的。青年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强壮，上帝的道活在你们的生命中，而你们已经胜过了那邪恶者。不要爱世界或任何属世的东西，如果你们爱世界，你们就没有爱天父的心。一切属世的事物，好比肉体的欲望、眼目的欲望和人的一切虚荣，都不是从天父来的，而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一切属世的欲望都正在消逝，但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要永远生存。以上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彼此相爱，因为彼此相爱是我们从小到大，是基督信仰里最不陌生的命令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越熟的人其实越难相爱。对陌生人我们可以客气的笑，但是对家人、室友、同事、小组里面的人，一点小事就会戳到我们的底线。所以约翰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指出，爱是我们早就听过的旧命令，但同时也是一个新命令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重新学习怎么爱。
第7节这么说：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新的命令，而是旧的命令。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爱，但隔一天、隔一周遇到不同的人，我们的爱又用完，又生锈了。就像手机系统，昨天开页面都很快，但是今天却不断的那个，爱也是会宕机的。而第10节说，爱弟兄姐妹的，就是生活在光明中，他不会使别人失足犯罪。这里面讲的光明，指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，而光明的相反词就是黑暗，黑暗让人看不清楚，因此人与人之间很容易造成误会。所以约翰的意思是指，当我们无法继续在爱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看不清楚的。到底看不清楚什么呢？看不清楚对方真正的心，看不清楚自己的脾气和盲点，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，看不清楚我们自己需要恩典。所以当我们进入黑暗时，可能听到人说的一句话就让我们变得很玻璃心，可能别人一个动作就觉得他好像是在针对我，甚至于小事变大事，误会变吵架，还会觉得人实在很难相处。但是其实不是别人变难了，而是我们的内心那一盏灯没有开。行在光中的人又会是怎么样呢？行在光中的人比较容易放下情绪，比较愿意理解别人，比较不会被小事绊倒，更看得清楚神正在做什么。弟兄姐妹，爱不是技巧，是光，是让神的光照进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看得更清楚。接着下来是12节到14节，约翰谈了3种人。哪3种人？第一个就是孩子们，再来是青年们，接着是父老们。其实属灵的生命是有阶段的，我们不需要马上就变得很属灵，神看重的是成长。约翰谈了3种人，第一个孩子们，就是指的是刚信主的人，是在属灵生命上我们称他为初阶。刚信主的人最重要最需要的就是知道真理，就是我们的罪借着耶稣的名得了赦免。这阶段不是学习服事，也不是学习要如何领导，而是学习神真的爱我，赦免我。而第二个就是青年们，这个阶段对主是火热的，是热情的，但是也会遇到征战的阶段。第13节这么说，你们已经胜过那邪恶者。这个阶段很常面对诱惑挣扎，信仰很真，但挑战也很真。胜过邪恶的秘诀不在于意志力，而是在于神的道常存在我们的心里，不是靠着要努力来得胜，而是要靠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变得刚强。第3个父老们是指成熟的信徒。约翰说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成熟的信徒不只是懂得很多真理，而是对神的认识更深、更稳、更真。他们的生命安静、温柔、有智慧，看事情不急不躁，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信实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属灵生命现在在哪一个阶段都没有关系，神看重的不是位置，而是方向。他要的是成长，不是完美。第15节又说，不要爱世界。这不是叫我们要离开世界，而是提醒我们不让世界的价值观抓住我们。到底有哪些价值观会抓住我们呢？第一个是指肉体的情欲，追求舒服胜过顺服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滑手机滑到深夜，还欲罢不能，甚至于追剧追得
比亲近神、祷告还有灵修更迫切。这指的就是肉体的情欲，我们追求舒服胜过顺服。第二个，眼目的情欲，现在很流行，就是在 IG， 过去是脸书。我们从这些平台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学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朋友，他们的生活，甚至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他们的成就，哇，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的心里面就产生了一种怎么样？我想要比较，看见别人的生活，我就想要那个比较的心就跑出来，这就是眼目的情欲。第三个指的是今生的骄傲，觉得我一定要比别人更有成就或更成功才是有价值。我们非常要靠着成就来证明自己，这是今生的骄傲。不管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都会让我们慢慢不爱神，也不爱人。而在第17节提醒我们，这世界和一切属世的欲望都正在消逝。真的哦，现在看起来很重要的事情，过了5年，过了10年，可能都变得不重要。不管是服装的潮流、3C 产品的更新，或者是饮食文化的流行，这些都会改变。我们现在看着觉得它很重要，一定要好好的遵行，一定要好好的遵守。但是过了5年，过了3年，过了10年，那些都过去了，而且都改变了，又有不同的思想，又重新组合。那唯有什么事情不会改变，而且是很重要的呢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永远长存的。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跟着神走的人永远不会走错路。最后的结语，不要让黑暗和世界夺走你的心，要让神的光更新你的爱。爱不是我们做给神看，是神的光照进到我们的内心之后涌流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愿主今天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更能够爱身边那个不可爱又难爱的人，让我们不被世界的比较和压力抓走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持续成长，无论在哪一个阶段，都走在神的方向里。愿神的光照亮我们的心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你更新我们，使我们能再一次活在你的爱中，把我们心中的黑暗挪去，让我们的眼睛看清楚，心变得柔软，教我们不爱世界的潮流，却爱你的旨意。愿我们每天更新爱的版本，行在你的光里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